注听浪子一首闽南语的诗歌，是伫2017年11月11日完成创作。这首诗歌，让何曾想到家己17岁，就对台东的庄脚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台北。了后呢，煞一步一步行入去学道呢。其实啦，这些拢毋是伫我人生的规划当中。对细汉，我的老爸就教育我，为我的前途做出一部真水的计划，伊要引带我行对光明的未来。警察、军官，伫银行做工课，是我的老爸对我的心愿甲期待。但是真无奈，个性真倔强的我，煞带着行李离开故乡，却咧一步一步行对黑道路麻之路呢。伫黑道内面做路麻，暗路行做嘛去拄着鬼。有一天，20几岁的我，捡我的结拜兄弟伫楼顶摔落来，摔断腰脊骨，万身不遂。我一生就爱安尼坐轮椅。迄当阵的我实在真后悔，哪会去行对黑道这条不归路呢？但是我嘛已经为我所做的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就是一生变衰。一般的人在受到重重的打击了后，拢会将责任撒给别人，讲是交到歹朋友啦。但是我感觉家己嘛有真侪唔对的所在，反倒当是我拖累别人，所以我无去怪罪，嘛无去怨叹，因为这条路是我家己选择的。人啊，若做唔对代志，要回头实在真困难，真容易一步一步踏上罪恶死亡的不归路。老爸老母逐天在咧等待，在咧望我的囝儿会当转来，但是往往期待到的是一句冷冰冰的观察，嘛有可能是伊的囝儿进入监狱。信主了后，上帝予人机会，教会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，侪人会当伫内面受到接纳，受到关怀，开始训练，将来会当用基督信仰的新生命，重新踏出人生美好的旅途，并且会当伫众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。上帝的爱实在长、宽、悬佮深，永世代无煞。注听浪子这首诗歌内面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：浪子目屎飞袂离，亏欠注听得罪天。其实每一首歌拢有伊的意思伫咧。这首歌我时常伫教会、伫坎角、伫戒治所、学校，还是别个场合分享。浪子无一定是讲是路麻，也是黑道。信主的兄弟姊妹，嘛有可能离开教会，过属灵浪子的生活。浪子会当回头，真正可喜可贺。浪子若无法度回头，实在是可怜可惜。感谢主，予浪子机会，曾经败坏、邪恶、犯罪，父母伤心。今仔日会当予主耶稣拯救，受主疼痛，实在感恩。所以何成非常盼望，世间浪子拢会当回头，深深谈着主恩典的滋味。圣经提摩太后书2章21节，甲咱讲，所以人若称起家己太离家的，就要做贵气的器具，正圣，下伫主人的路用，便便通做逐项的好事。
中秋月暝人团圆，月娘挂天边。阮是独唱思相机，对了江湖去，手举吉他望天边，天星闪闪时，浪子目屎飞袂离，亏欠注定着做天。浪子啊，回来啦！老有若想若哭，已经无目屎。爸母啊，阮回来，抱你亲亲亲，阮像大海的爱。中秋月暝人团圆，月娘挂天边。阮是独唱思相机，对了江湖去，手举吉他望天边，天星闪闪时，浪子目屎飞袂离，亏欠注定着做天。浪子啊，回来啦！老母若想若哭，已经无目屎。浪子啊，回来啦！老母若想若哭，已经无目屎。爸母啊，阮回来，抱你亲亲亲，阮像大海的爱。浪子啊！如果你喜欢这首诗歌分享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与主相遇。